台湾举重连续爆发禁药事件，包括亚运金牌女将林子琪以及奥运双金天后许淑净都经传用药，也恐危及郭婞淳的奥运路。教练林敬能受访时坦言，说心情没受影响是骗人的。根据世界反禁药组织 WADA 规定，只要奥运周期4年内，会员国单一项目有3名选手用药被逮，最重惩处单项协会恐被停权。林敬能直言，身为教练，这些规定我们当然都知道。郭婞淳日前才结束台北一训，如今已返回高雄国家训练中心备战。林敬能表示，爱徒训练一切正常，仍在积极准备4月中登场的亚洲举重锦标赛。当问到郭婞淳心情是否受影响时，他坦言说完全没有受影响，那是骗人的。林敬能强调，他告诉郭婞淳，原的精神就是要战到最后一兵一卒，如果现在放弃，就什么都没了，接下来他们也只能尽人事，听天命，我们也不用去庸人自扰。此外，林敬能也勉励郭婞淳，只要做好自己就好，因为外面的状况你无法控制，也无法预期，唯一能掌握的就是自己。郭婞淳接下来将按照既定计划，4月比完亚锦赛后，6、7月将前往日本进行异地训练，除可转换心情继续备战，另一方面也打算提前适应日本夏季气候。